伙计们，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被永久锁定过？这种情况我遇到过。大家，这个问题是有解决办法的。第一个解决方法是，我们可以先把音量减小键关掉，然后只按住电源键15秒。接着，你可以同时按住音量加键和电源键，像这样持续按15秒。